以地为主遮尔大。那么也就是甲恁讲，咱会当真正走遍天下，那么来打帮助的来度化遐个之外，那当然嘛甲恁讲，你牺牲愈大，成就呢愈大啦吼。咱敢袂感觉讲啊，我着安尼做就好啦，敢袂安尼？袂啦吼，那安尼成就未来一定足大。当然，伫修学堂咧讲起，唯有就是讲牺牲奉献尔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牺牲愈济，相对咱所得到会愈济。绝对袂当讲啊，我若做安尼就袂歹啦。那安尼以后，咱成就的可能嘛，就是讲安尼袂歹啦，敢是安尼？吼，所以讲咧，咱伫当中所牺牲奉献，不为咧也会使讲就是一个反作用力。如果你若当愈大啦，甚至伊反弹愈大，敢是？吼，所以讲咧，咱牺牲愈大，相对咱以后所得到愈大，敢是？所以讲咧，为虾米讲成仙分，咱个讲伊的高有不同，敢有高有有相差？无共嘛。为虾米会安尼？你白白修行，就转去认真，转去为了，哪会讲较大位甲较细微？哪有这个分别？安尼就上天无慈悲咯。上天阿母你看我较笨，所以我较细心、较细微，敢是安尼？毋是袂是安怎？是看你付出济甲少啦，敢是？所以讲咱而家付出大，未来成就大；付出少，未来成就少嘛。所以讲伊就用牺牲奉献，绝对毋是讲奉献互点凡书，爱奉献互前人的，不是是奉献互你家己。所以讲咧，这一本万利，只要你敢投资、敢牺牲、敢奉献。你就等你未来成就大的功果，安尼尔嘛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咱一定会当付出、牺牲、奉献的，那当然咱就会当做，咱真会做。但我用东方的价值换西方的高贵。那么咧，感谢无上头天啊！当然你后天过甲最好势，无代表你先天会。你后天那么咧有所省心有所牺牲，有所奉献，那相对咱真正功德建立在咱的这个如是理天。所以讲咧，这嘛就是过去现象，那以实验互咱看。安若无过去诸佛菩萨咧，为虾米会当享受的因华富贵，伊无爱，敢有遐讲？应该袂安尼啦所以讲咧，富贵因何富贵，贫贱因何贫贱。上天互咱遮尔有这个因缘富贵，大富大贵，富贵嘛就是咧借着咱会当牺牲奉献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咱会当所机为理解。那虽然是讲会贫困，毋过咧，只要咱会当用个真诚流露。那么请大家的力量来去做，相对咱未来成就感觉会使讲是功德非常大。毋通讲我即只散，我唔捌去，我就来学堂，来做啥物件？成就好的，毋是做工司一个成就就大的，敢是安尼？敢是？毋是啦嘛是来看伊道场所了解，那么咧所体会，那么你所付出的来作为伊建功一定的条件，毋是讲你进去遮做工司，感觉讲足优势，受人的肯定尊重，反正做真正的，那么你感觉讲家己感觉讲足卑微，希望大家毋通有这种心。虽然咧，咱尽每一个人可以道场所牺牲奉献，那么会工作无共，毋过你的心会当真实的流露，那么未来成就是看到遮，毋是看你这个职位，
是看你安怎付出、安怎牺牲、安怎奉献，付出到遐，牺牲到遐，那么你就去到遐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爱去体会啦吼，毋通讲国家我去高雄咧，航班啊吼，个啥物拢袂晓，就干那会晓做这尔，咱毋通相反。哦，咱一定来肯定家己。那么一个大高场，嘛着爱有咱国语精神，会当坚守，伫咱每一个单位，咱目标是要讲，只要咱甲手续办好势，大家拢是讲嘅完完。哦，因为时间上嘅关系呢，已经4点半吼，互我慢个淡薄即个宝贵嘅时间。今日呢，咱即个心得分享甲讨论就到遮。希望讲以后有即个机会，其实新的会议请大家听，这敢是一个机会，敢是？是啦吼，这嘛是一个机会咧，哦，一个最好嘅机会。所以讲呢，希望讲未来咱大家当踴跃，以定安尼来做家己嘅精进学习，安尼好。